你好，我係 Isabella，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6年3月30日至2026年4月2日嘅香港股市市場分析同預測。本周港股表現疲弱，主要受到中東局勢同外圍市況拖累。恒生指數再次失守25000點重要心理關口同250天線，投資氣氛持續受壓。雖然特朗普喺3月26日喺社交媒體表示，應伊朗請求，將對伊朗能源設施嘅摧毀行動推遲10天，令中東緊張局勢出現短暫緩和跡象，但市場對此反應審慎。整體嚟講，中東戰事發展仍然撲朔迷離，好難準確預測下周走勢。目前環球股市普遍受到地緣政治風險影響，港股亦難以獨善其身。喺缺乏大規模刺激措施之下，短期內預料仍會維持反覆震盪格局。技術走勢方面，恒生指數目前仍然處於250天線之下，反覆波動，顯示整體偏軟。指數暫時喺25000至26000點之間上落，但缺乏明顯向上動力。短期內，恒指維持下行通道發展，未見明顯見底跡象，技術上仍然處於弱勢。如果中東局勢未有實質改善，恒指仍有進一步測試較低支持水平嘅風險，預料短期波幅會持續擴大。多項負面因素繼續困擾港股，包括美國同以色列對伊朗核設施嘅打擊導致油價急升，股市隨之急挫。雖然特朗普聲稱正同伊朗談判，但伊朗方面否認有談判存在，並拒絕接受美方停戰條件，雙方立場差距明顯，談判成功機會渺茫。另外，伊朗領導層受到打擊之後，內部權力結構唔明朗，亦增加局勢不確定性。受呢啲因素影響，市場對美國同伊朗局勢似緩實緊嘅睇法較為普遍。再加上復活節假期臨近，衍生工具月結同季結效應，以及美股反覆探底嘅拖累，港股短期內容易受消息面刺激而出現反彈後再回落嘅情況。預計恒指可能反覆向下調整至23800至24200點水平。綜合嚟睇，喺中東戰事未見終局之前，港股難以出現全面回升，大市方向仍然唔明朗。投資者需要保持審慎態度，小心行事，避免過度冒險。雖然地緣政治局勢變化好快，短期內可能會有突發消息帶來波動，但目前缺乏強而有力嘅正面催化劑，預料恒指會繼續喺較大波幅區間內震盪。建議投資者密切留意中東局勢最新發展、油價同金價走勢，以及外圍市場表現。喺未有明確轉勢信號之前，以穩健保守策略為主，等戰事明朗化或者有政策刺激措施出台之後，再評估入市時機。